来关心屏东的后壁湖昨早有一只游艇载10个畅水客去畅水，结果有5个人失踪。海巡甲救援协会赶紧去找，有找到4个人，找无迄个落尾是家己收回来，好咧加载。海巡人员用救生裤甲民众救起来，一直到中昼12点外，失去电路超过2点钟的4个畅水教练，将予海巡人员发现。因2早起7点外，坐游艇甲其他8个畅水的人客，一直到屏东的七星岩海域去畅水。不过，过9点半上船的时间，却是有5个人一直都无出现。很远，而且它那边流蛮大的啦，然后应该是那些人可能流出去或怎么样。搜救人员接报了赶往后壁湖渔港，海巡为惊救援协会全部出动。晚近11点时，游艇回复有1个人家己上船啊，其他4人虽然斗阵用2组的追踪定位器 AIS， 不过受海流影响，无都侦测到。往东北方漂流大约4.7海里了后，海巡伫附近海域找到4个人。于七夕岩东方4.7里发现4名潜水客，巡防艇迅速靠近并抛掷救生圈，由海巡人员合力拉至艇上，潜水客意识清楚。七星岩面的海底景色真水，伫畅水界真有名，海流乱而且真强。2008年就有一个教练甲7个畅水客失去电路36点钟，花海水冲流到台东的太麻里。早6支嘛，4支有信号，就单这2支无信号。但是等来刚来起个正常诶。口上折射嘛，有时候他们眼睛看得没那么清楚。那如果突然某一处有反光镜，突然一闪一闪，是他们比较鱼眼，如果就可以瞄得到。海巡甲资深的教练提醒，到七星岩附近畅水一定要注意这个状况，装备爱坐船。即摆用救起来4个人虽然拢是畅水的教练，由于未当的真强的海流，虽然有1人互海堤顶着，不过加在4个人拢无要紧，平安回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